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们香港的朋友听得懂台语吗？听不懂。华语听得懂，华语听得懂。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透过你来得着力量。我们今天有香港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礼拜，求主保守眷顾，他们也要在礼拜当中服侍，求主与他们同在，也同时与所有参与服事的同工同在，让我们不论献诗、诗会、诗情，或是传讲信息，都同蒙圣灵的带领、保守，让我们做美好的服事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恳求你教阮双连教会三合之地，保守看顾教会中间所推行各项的事工，互阮会当透过这些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恳求你固守看顾阮心所爱的国家，互台湾的每一个百姓会当伫遮安居乐业，互政府的官员会当认真推动各项政策来利益伫百姓，也互台湾的政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接受主交代阮的使命，来推动各项的事工分享上帝听。我也特别将这个混乱的世界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掌权做主，保守看顾一切，将真实的仁爱、公义、和平赏赐予阮，予阮拢得到真实的平安。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
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咱来吟圣诗学乐上帝。圣诗第53首，第53首，全人独一的王，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同心来祈祷，永远至圣的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敬拜。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恩典，互见那谦卑、心内颂香的人。全能的上帝，你时常施落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应你的人。恳求你伫逐项忧伤痛悔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一切的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洗清阮良心上的罪恶，永远保守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欢喜时跟对你服侍你。天父上帝，你保守受造的万物，管理因的好所行，阮恳求你保护阮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精神欢喜快乐，互阮会晓安分守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
照你福音来行起一切事工，伫阮劳动的时经过阮，伫阮娱乐的时圣化阮，伫阮困难的时引带阮，伫阮危险的时拯救阮，伫阮忧伤的时安慰阮，伫阮有亲人失身痛苦的时，求你信心亲自安慰阮，愿你的恩典补足阮一切欠缺。全能的上帝，阮为着国家、社会、教会的公义，参与关怀社会弱势团体，参与拯救极难的帮赞。伫即北中南部的教会有真侪损失，对因的帮赞献上感谢。求你经过因所做的保养助你的疼，一切真理甲和平的思想拢是对你来的。愿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起真正的疼、和平的火。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互你的国伫和平中间临到世间。求你引带人的心，除去心中的怨妒、三对立甲自私的野心，对因的心中唤起公平、疼痛甲和谐一切精神，互因因为着全世界生活的改善，来尽力合作，互世上逐个所在拢会当得到和平平安。阮的祈祷无够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22篇信息103首，我来启会众来引。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恁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面做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款待咱，因为天离地遐尼啊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
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阿罗耶和华。你一切所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名的，逐个拢着阿罗耶和华。橄榄诗班要带咱来阿罗上帝，因的死是主，听着我祈祷吗？这是咱们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箴言，第一位的所在是箴言14章第4节。无牛耕作就无五谷，牛有力土产就哪多。
第二个所在第6章第7节甲第8节，伊无领袖，无头目，无官长，毋过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米，伫收成的时筑济米粮。第3位第20章第18节，参详会好计谋成功，好的计谋会互交战胜利。第4位记载伫16章第3节，将你所做交托上主，你的计划就会成功。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今早起咱带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信息，智慧的工课。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到智慧工作的3个要点。咱顶回有讲，你若要有好的工作，要有智慧的工作，就是爱付出代价，爱事先来准备，爱有智慧的管理。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其他4项。咱这系列的这个讲章拢是对箴言，箴言是智慧的言语的集合，内底有真侪关系咱生活中间会当运用的智慧，所以咱好好来读箴言，咱会当得到真好的智慧，伫咱逐项工作顶面，拢会当得到真大的效果。咱要顶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得到帮助。求主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真实去明白你话语的奥秘，透过你手术的快乐，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语实现出来，荣光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特别欢迎从香港来的守灵的乐团跟我们一起敬拜虽然我们用台语分享希望圣灵感动你们，你们也能够理解不过上面我都会有那个经文文字的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好咱继续来看智慧工作的第4个原则就是爱善用资源善用资源经文安尼讲无牛耕作就无五谷，牛有力脱散的哪济华语讲没有牲畜耕犁，何来谷物？有了牲畜耕犁，谷物增多。以色列因的古早的社会，跟咱台湾早期的社会是相共的。牛是非常贵重的一个产业，因为牛会当耕产，会当犁田，会当油车，会当下磨，会当做其他的事务。所以那这些人伊有牛会当来帮助伊会增加真侪收成。那较善食的这些人，伊无法度买牛，伊只会当用伊的人的气力去耕作。因为资源的欠缺，所以收成自然有限。所以这句话哪能讲？若无资源，也是讲未晓得用资源，就袂当产生成果。咱也爱理解，资源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晓得有效去使用，有效的使用资源会当帮助咱成功，应该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但是伫使用资源的时阵，有几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咧善用资源，毋是讲无所限制的使用，是爱有一寡原则来限制。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原则，这3个原则拢真重要。第一个原则就是爱会晓得爱惜资源。咱知影基督徒使用资源，爱会晓得疼惜爱惜。咱知自然资源是上帝的恩赐，如果你若袂晓爱惜，可能咱就会面对资源欠缺的困境。所以咱知影资源是有限的嘛，特别咱最近拢咧讨论这个电力的资源。电力的资源，咱当然国家要发展经济，需要有真济这先进的科技行业，需要真济的电。咱民生嘛爱用电。特别是这热天的时阵，用电量佫真济。这拢是资源。咱若无好好来使用就可能会产生迄资源欠缺的问题。当然，咱即摆台湾电力的资源也佫是有够但总是咱爱有迄个远见咱较珍惜这资源呢，毋通互这资源欠缺。若用拄则例来看，咱嘛知影牛是这些人的资源，但是这些人咧利用牛来做资源的过程中间，嘛爱疼惜伊，爱互伊食物，爱互伊照顾，爱保持伊的健康。安尼牛，这只牛才会当做较长的时间，才较有气力，会当帮助伊的主人生产较济的产业。所以珍惜这资源是非常重要，保惜这资源。咱来到教会，教会嘛是一个有充满资源的所在。而且教会资源真特别是兄弟姊妹大家奉献，奉献出来，所积聚的金钱，所带来资源，所以咱来保惜伊。譬如讲，咱教会有这设备有桌椅这拢是资源前一站咱的中级做伙咧清扫这个咱的礼拜堂虽然这个咱的这设备有的是真久的时间，但是咱好好来保惜，会当用足久而且其实拢这袂太流行，这拢足高尚，看起来足庄严。咱来好好来保惜，会当使用真久的时间。教会中间，水电嘛是教会资源，咱来唔爱节省，甚至连便所内底的这卫生纸，这嘛是爱用费用起来买来。咱实际咱就是较珍惜使用的，唔通浪费。爱用的时阵就来用，但是绝对唔通浪费。咱亲像咱伫厝里，咧节省咱家己的家庭，相共因为咱教会就是咱的大家庭嘛。咱袂当讲这毋是我的，所以我着凊彩来浪费，袂使安尼。爱珍惜这个资源，这叫做善用资源。第二项，伫咧使用资源的时阵，爱兼顾利益别人，嘛利益家己。咱知影。咱对啊所讲过迄个例，牛是这些人的资源，牛为伊耕作，牛嘛得到这个伊的主人提供的食物甲照顾，彼此拢得到的好处，拢得到利益，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咱真侪资源是建立伫甲别人的关系，因为人嘛是一种资源。有好的关系，才会当得到好的资源。如果咱若每一遍拢求家己的利益，牺牲别人的好处，恐惊以后你就失去这个资源。所以咱咧善用资源的方式顶面，爱兼顾利益家己，嘛利益别人。互相拢会当得到好处。毋通只想要利用别人，
袂记只爱食做别人的祝福、别人的资源，哦，这是第二项。第三，就是袂当违背组织的原则。哦，咱的资源有时是因为咱家己某一个团体，咱家得到这款的资源。啊，伫高用资源、善用资源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袂当违背这个团体组织的原则甲宗旨。啊，若无会为着这团体带来损害甲伤害。哦，啊，举一个上明显的例，哦，咱来到教会中间，自然而然会当得到真侪资源，因为教会中间充满各行各业的人，哦，啊，但是咱来明白，教会是一个以传福音、分享听为宗旨的团体。啊，教会是一个无求众人利益，毋是无求某一个人私利的团体。啊，所以伫教会中间，咱咧分享资源的时阵，有两个真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关系教会服侍，伫信仰顶面的服侍，咱来主动，哦，主动伫教会所有服侍，咱就是主动。但是伫你家己的专业，哦，你家己的职业顶面的服务，哦，咱就是非主动。哦，意思就是讲，啥物叫非主动？就是讲，如果你有啥物款的专业，啊，你咧做啥物货行业，欢迎你会当互大家知影。啊，如果有人需要你服务，啊，邀请你来服务，啊，你就尽心去来服务。啊，但是咱毋通主动去推销家己的工作，哦，啊，无安尼破坏教会迄个设立的宗旨，哦，造成教会困扰，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哦，啊，另外传福音的工作嘛，爱利用真侪无共款的资源。今仔咱伫下晡1点，社青伫12楼。有举办一场职场面面观的讲座，咱邀请咱的讲师吼，叫做周开莲女士吼，啊，伊是真资深的一个咱讲 CEO 啦吼，伊过去捌伫雅虎奇摩吼，啊，即马嘛担任真济即个机构的董事吼，啊，伊有真济经验吼，要甲大家分享安怎伫职场顶面利用资源来传福音，啊嘛分享伊家己的信仰，咱大家会当来参与，吼。佮另外伫第5项智慧工作的第5个原则，就是咱要有意向甲远见，吼。经文安尼讲，聪明人照实修行，修歌时阵。拄面是我尔啊见效，吼。正面作者免的大家爱有远见，就是讲聪明的人有长远的目标，所以做代志有计划，是照实的应该爱做的代志做好势，毋通等讲需要的时阵才发觉讲过去无做，即马就后悔，哦。拄则所读的经文嘛安尼讲。讲到遐无元帅、无官长、无君王，而且伫热天准备食物，伫收割的时阵收集粮食。圣经中间记载，狗遐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因知影讲伫冬天还未来进前，热天的时阵，就赶紧将食物准备好势，安尼会当好好来度过。真长的即个找无食物的寒天，咱就是爱学习这糖，上帝所创造这糖的智慧，这才是爱有远见，毋通只看目前的代志尔，爱看久长的影响。咱也知影，比如讲少年教会设立，100年前，100年前，吴威廉牧师。的远见，那理解咱北部的宣教是头起是对淡水开始，后尾开始，淡水遐，当时马街将
较重要的机构，从医院、从学校从教会设立伫淡水，对淡水开始，100当前，王维良牧师有看见着讲，台北这个都市以后的发展，就是往这个市区遮来，咱了解100当前，这是做扒园的所在呢。咱讲叫做牛埔仔嘛，牛埔仔咧饲牛的所在，是无做繁荣的所在，但是伊看会着讲未来会对遮来发展，所以伊就将迄个宣教的中心来迁徙来即个台北的市中心，从病院刷过来，有病院刷过来了，就爱有报道所，有讲义所。来照顾遮个病人，甲即医护人员的信用，嘛爱有新学校来培养传到遮，所以就伫附近买地，设立病院，设立教会，设立新人院。100当前，伊就看见100当后的发展。咱今仔若要来买无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伊看长远的代志。所以有一寡代志咱今仔无做，就可能会后悔；有一寡代志咱今仔做，互个影响无大，可能叫人笑讲无实用的代志。但是如果长远看起来是重要的，咱今仔就爱做。咱看咱20外当前，咱的前辈就看见着，台湾的社会会走入迄个高龄化的社会。其实咱搁2当，咱台湾会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讲有20%的人超过65岁。这20当前，咱的前辈就看见。所以咱设立安养中心。设立时阵，可能迄阵台湾的社会抑搁无法度完全迄个接受机构式的照顾安养的即个中心，但总是咱今仔看起来，咱今仔回头去看，咱是行伫上界头前的，叫做台湾长照的前驱，所以这就是有长远眼光的一种看法。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圣经中讲若无异象，百姓就放肆。所以咱求上帝互咱异象，咱来看出10当后、28当后、100当后，咱台湾会变做安怎？咱今仔爱做啥物代志来准备迄个时阵？咱常常讲咱要建堂迄20当了的代志。咱今仔若无开始准备，可能咱20当了无法度完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代志就是工作，就是爱有异象远见。第6项就是爱有计划，爱有策略。圣经中讲计划详细人富足，因为冲动的人怂恿。有计划代志的确成功，无策略的小战绝对毋通征战。咱知特别后壁即句，有时小战毋是讲看人济呢，历史上有真侪战役，拢是以寡击众。为什么会当安尼？关键是在伫到迄个有效的策略。圣经嘛咱讲，讲坐参详计划无参详，计划失败，顾问题就会成功。这表明讲，咱代志若经过真用心来筹划，比较较容易成功。有的人安尼讲，凡事我个上帝都不应该有计划啦，咱毋通，但是咱毋通袂记，上帝成就一切，伊嘛爱人去尽伊的本分。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有自由意志，咱去做选择，这是人的本分。
所以咱讲我靠上帝，你嘛袂当讲无尽家己的本分。做代志有策略，并无代表讲无信靠上帝。上重要是咱咧思考策略的时阵，高举思考，这才有合乎上帝的心意。咱在教会的制度有几来种无共款的制度，有的叫做主教制。主教制就是讲一个权力集中伫一个人的身上，伊做决定就会使。有迄个会长制，会长制所有的人做伙来决定。这两种拢有好处有歹处。主教制，你若这样做正确的决定，当然经过好用，但是伊若把因做毋对的决定，规盘拢败坏。会长制，伤侪人做决定，真困难去达成共识。咱中了教会是用代议制，就是咱选出代表，咱10月份就要选中级，选代表来代表咱来思考教会要发展的未来。因为选的代表，每一人拢会当对上帝遐领受，伊所领受的心意。提供出来，阮会召开中级会、召开小会，来记录教会逐项事工。大家拢提供意见，就是拄则所讲的集思广益，较侪人来参详，参详了，什么是上下伫上帝心意的决定，照安尼去推动。所以这就是种真重要的，真重要的代志。可能有人会问讲，安尼双林教会咱发展的策略是啥物？牧师今日甲大家简单分享3个真重要咱的方向。第一项就是咱的策略，就是将教会起造伫上帝话基础顶面。咱理解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顶面。所以咱真重视礼拜时阵，将上帝的话分享出来。咱除了鼓励大家伫日常生活中间爱读圣经、爱研究圣经以外，咱教会未来伫装备的课程顶面，嘛会安排真济查经的这课程，帮助大家来理解上帝的话。因为一间将教会起造伫上帝话基础顶面的教会，安尼这间教会就袂出问题。第二项就是不断分享福音的一个策略。不断分享福音，才会当互教会恢复教会成立的目的甲宗旨。这嘛是咱领袖的使命。今礼拜5。牧师有机会去到台大病院，替一对老夫妇行洗礼。这是这个亚平，咱教会亚平节，就是这家乡结束的重人重母，亚平节爸母。亚平咧分享因爸爸妈妈洗礼这件代志，伊讲这是一个信念。其实我来观察起来，因之所以会接受洗礼，是因为真侪人做伙同心祈祷，有个人起来拜访，甲因分享福音。特别是因亲人，因查某囝，切切为因爸母祈祷。一直有机会就同爸母分享信仰的好处，分享信仰的重要性。所以吼，一个伫真传统背景下面，一对夫妇，伊就让伫圣神的感动下面来接受福音。牧师去来洗礼的时候，我心中是非常感动。这是教会成立的目的，要让人灵魂得到救。遐尼侪人
大家做伙努力祈祷拍拼，有机会就起来分享所造成的成果。这是教会成立主要的目的，不断分享福音，让人来得到救。第三就是，其实教会上界大的策略就是听。我看见到真侪小组，之所以吸引真侪人，就是因为有真大的听，去关心别人。长期以来，就是用传福音、用听的分享，来关心人，让人感受到对上帝来遐个听。一间充满听的教会，一定是一间吸引人、会当影响人的教会。有一遍我听这个德登教会曾浩成牧师分享因教会一个见证。德登教会是一个真正开的教会。浩成牧师去遐做传道的时阵，因翁仔某拢是传道，去遐时阵，迄间教会是强强要关起来啊！中华要来这间教会关起来，就伫要衰微啊，无到10个人咧聚会啊。我会记伊当做传道书的时阵，我有一遍去找伊，我是浩成牧师的学弟嘛，我去找伊，我看到伊咧替这间教会祈祷，伊讲因教会人真少无到10个人，伊嘛爱阮替因个教会祈祷但是浩成牧师因阿某真认真伫遐牧养。伫遐推动，特别因是充满听的牧者。伊分享一个见证，讲有一遍因教会去来一个骹小可有问题。咱知迄离林迄个所在有，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真流行所以真侪人差不多比我较济1-2岁。人常常若无注意，就得到即个小儿麻痹讲有一天一个夜官来教会，德登教会是一个平街的即个礼拜堂1楼尔，但是要去迄个礼拜堂有两阶两站楼梯虽然2站尔对迄个。较无方便人无真方便啦要爬起哩，就要人来吐咧，插咧，来扶起哩我伊感觉做无方便嘛家己感觉真歹势好像牧师看到安尼伊就做一个决定，伊讲咱若以后搁要互伊来为着伊，咱教会来做一个改变，所以就在迄个楼梯的边要去哩的所在遐本来是楼梯，来做迄个斜坡互夜观的人会当安尼慢慢行起哩叫这个人伊第2礼拜过来，看见教会竟然为着伊一个人。做这款的改变，伊心中足感动的。伊拢马上去找伊的朋友，伊朋友甲伊的相共，有4个家庭，拢是安尼，拢是骹小可有问题，无啥方便的。讲这间教会会去注意咱的需要，是一个有疼心的教会，招这4个家庭来教会聚会。后来甚至因扩大变做一个团契，拢是即个骹爱手无方便的人。因即个团契叫喜乐团契，到尾做真大的事工，甚至为着因即个较无方便的人，互因有工作通做，做真侪好的事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互大家了解就是讲。那这个有听的教会，就是会当吸引人的教会。
知影人的真真正正的需要。咱的教会发展的策略就是安尼，就是这三个真重要的策略。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智慧工作的最后一项上较重要的就是爱交托上帝。咱将咱的工作、咱的计划交托给上帝，互上帝去掌管。互上帝掌管就是咱知影所有的代志拢伫上帝主管的下面，所以咱交托给上帝，上帝就照伊的意思来成就。上帝伫每一件顶面掌管。圣经大人讲，人可能有真侪计划，但是只有上主的旨意会当有效。将所丢下的代志交托上主，你就会当成功。所以咱知影，咱倚靠上帝，将咱所计划一切的事，无论是伫你的工作，还是教会事工，咱拢交托给上帝，倚靠上帝，求上帝照伊的旨意来成就。圣经内讲，信靠上主的人，亲像小安山，永远徛立坚定不移。信靠主的人，会当坚定不移，无跌到失望。毋望咱的工作拢充满智慧，工作有气力，诚做荣光上帝、利益众人的工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有智慧，互阮会当完成你交代阮的工作，用伊来荣光你、利益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奏香港守灵团里面献的曲目是《Love and Grace》。
请咱来吟圣诗第308首，回应上帝听。听见救主出声得叫，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即时来奉献。
起立。主赐万物的上帝，阮感谢你对阮的疼。阮用淡薄的金钱、阮的才能、时间来回应你的疼。愿你感纳阮所献，奉耶稣基督名，阿门。请坐。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总会中会所定的教社甲教会社会奉献主日，请为国家、社会、教会会深深推动公益和平，关注永续环境。参与急难救助，以及关怀社会弱势团体等事件大道，并以具体的行动来参与关心甲奉献。本主日第3章也感谢迦南诗班的献诗，也感谢上帝保守迦南诗班经历了28年的练歌甲服侍，恩典算少无尽，愿上帝赐福因。第3点，本主日礼拜中感谢香港手铃艺术学院心灵乐团的演奏，用音乐来参与咱的敬拜。本主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咱本会10楼礼拜堂，因要甲咱教会的利未守正敬拜团联合主办属灵音乐会，搁一摆拄着你。敬请兄弟参与欣赏。遗体关怀，本会会友施正忠兄弟，嘛是廖灵性姐妹的先生，伫7月12安休主怀，定伫8月30，后礼拜六上午8点，伫台北市怀爱厅景盛楼的至中一厅。举行日夜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郭美智姊妹的外孙女吴莹慧姐妹，定伫8月23，伫咱即礼拜六上午10点，伫咱本会10楼礼拜堂，甲洪伟祥兄弟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前来观礼，祝福愿上帝赐福新人。大只森林牧区下半年度牧养同工训练会，主办7千中会教育部双年长老教会森林牧区，因要讲的主题是扫网甲捕网。时间是9月13礼拜六9点到12点10分，伫咱10楼礼拜堂。咱的讲员有蔡茂堂牧师、陈伟秀长老、甲陈秀芬区长。对象是欢迎各教会牧长团队、团契小组甲现任慈悲的同工、大小家长、区长、牧区的委员。对这项议题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报名吼，咱若要有要准备午餐的，请咱甲咱的办公室恁个干事来报名。第4点，社青牧区的消息。
咱的职场面面观系列讲座，主题新的眼光迎接每一天，落实人生学习甲信仰旅程。讲员是周开莲董事长，时间是本主日1点到3点，伫咱12楼礼拜堂，欢迎自由入场，咱无需要报名，座位有限，请咱会当准时去。第5点，咱历史相连，历史文物团甲传播委员会合作的历史相连新的计划。每一日有一支影片，介绍相连历史的特别的日子甲事件，请兄姐、互兄姐来认捌咱的教会，请兄姐斗阵来欣赏一段影片。双连教会投入开拓的宣教事工起源真早。1918年，双连教会正式对讲艺所蜕变成做堂会的时阵，就已经是树林、北投两间教会的母会。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政府来台，双连教会当咧筹备第3礼拜堂，了后进入比较稳定的20年。1959年，双连教会参与第一教会的开拓，这是双连教会开拓的第1间主会。1959年8月31日，由双连教会租用南京东路3段16號開設禮拜。起初聚會人數差不多有30個至40個人。第一教會簡述內底中有講，名的緣由是要建立一間第一有愛心、第一謙卑、第一有見證的教會。1964年，聘張豐昌牧師主堂牧會。1968年，首次建堂，教會慢慢穩定擴展。第一教會並在穩固了後，也投入開拓的行列。先後開拓上安教會、永清教會。此后40年，双连教会开设的脚步继续向前。开设的子会包括内湖教会、长春教会、大直教会与康宁街教会。不仅如此，双连教会也持续支持国内外的宣教事工，其中包括行之有年的医疗传道，以及近年的缅甸宣教事工。这几年，双连教会更是成为圆山教会的母会，并开拓新庄分堂而成为万德福教会。从教会周报，我们可以发现双连教会一直以来的意向就是成为以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教会，而注重宣教更是从早期牧者与长职同工共同建立的传统。陈希俊牧师曾担任许多福音机构的理事，更带领长职长期参与布道会与培灵会的服事。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年的格里汉布道大会，这些特会的讲员从日本、美国、香港来，也因此意外拓展教会的翻译事工。在宣教事工中，青少年也无欠息，因互培养斗阵参与布道。但牧师的查某囝爱酱嘛安尼回忆，我会记得大概是讲好了后，我差不多14、15岁时，会记得孙雅各先生转来，孙雅各先生的牧师娘会帮衬因，牧师娘会派一个手风琴，带阮一寡青少年来唱歌，然后对教会这边行对马街病院迄边，就是唱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牧师娘就拿弹手风琴，有诶感觉真稀奇，就会带来。到有一个所在，袂真远，差不多到民生东路迄边，准备一个棚仔，然后牧师就徛伫遐，牧师也是其他人做短短的见证，然后孙牧师娘教阮唱一条歌，然后短短的讲道，以前有这种传福音的方式。
宣教不只在开拓，也不只在远处。双联教会继续拓展，可以让社区成为宣教区的事工，包括松年大学、社区妈妈班、周末给孩子们的课业加强课程等等。透过给予，双联教会体会主耶稣的教导，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真实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会。耶稣走进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现在咱请牧师欢迎来宾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吼，有几位，第一位是杨子怡姊妹、杨子怡姐妹。对，伫中遐欢迎欢迎。第二位是张小平姊妹、张小平姐妹，起立，张小平姐妹，没有在这边。好，咱也欢迎这个香港的我们的守灵乐团哈。请坐。咱拜六有一条婚礼吼，迄个就是英惠甲伟翔的婚礼。因爸爸妈妈今仔，英惠爸爸妈妈今仔有来，伫后壁遮吼。好，以香姐甲伊先生吼。好。好，咱这个时阵来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今日的礼拜，带予阮祝福。愿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所有的兄弟姊妹，如果有伤心失志的，求你亲自安慰；如果有病痛，求主亲自医治。也特别恳求主你赏赐阮大的快乐。阮领受你的话了，会当伫生活中间为你做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祝福诗513首，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差遣。